我哋突然間明白晒好多不解之謎，我哋唔明點解佢會知道呢啲啊？點解要做到呢啲嘢嘅咧？佢唔係普通人嚟嘅喎，你叫一個人去真係搞間公司30年後會存在都唔能夠掌握啦，係咪？唔好話幾百年，而家搞嘅仲唔係一間公司添，即係而家講緊係哇，即係世上最有錢嘅人都做唔到嘅，而家香港嘅規劃啊，個邊都做唔到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世上最有錢嘅財團都唔得喎，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唔係財團，佢哋掌管咗政治啦、黑社會啦，佢哋掌管毒品啦，佢哋掌管埋歷史啊，佢掌管埋教育。我哋而家講緊嘅好多嘅歷史書啊，都係佢哋改寫，係咪？所以你而家明白啦，佢哋嘅成立係做門面嘅，佢背後根本係受命於咧10個國家嘅。呢一隻嘅小國咧，其實係受命於10國，但係後尾咧呢隻小國會冒出嚟咧，去先滅3個國，然後再乜嘢啊？然後再統治咗呢個世界噶嘛。但以理書第7章及第8章係神給予但以理有關整個人類歷史走向嘅預言。自但以理時代計起，直到末時將會經歷4個國度，當中以4獸預表。呢4個國度中冇一個係偏處一方嘅小國，而係當世代最龐大嘅國家。無論係第1獸嘅巴比倫，第2獸嘅波斯馬代，第3獸嘅希臘，以及第4獸前半部嘅羅馬，都係嗰個時代當中最龐大嘅國度，影響列國。但以理嘅預言橫跨1000年，並且非常準確，描繪歷史上最重大嘅事件、國度以及呢啲國度嘅特徵同埋演變。但係到咗第4獸嘅後半部，就係第4獸頭上嘅10角，喺歷史上好似消失咗咁樣，從來未被人發現。而經文當中更描繪喺呢10角之上出現一隻有人眼嘅小角。但以理書7章7至8節，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，見第4獸甚是可怕，極其強壯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鐵牙，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腳踐踏。這獸與前3獸大不相同，頭有10角。我正觀看這些角，見其中有長起一個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這角前，連根被他拔出來。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說誇大的話。又話牧師分析，呢10角就係由羅馬帝國其後衍生嘅10個皇族，佢哋隱藏自己嘅身份，唔被人發現，因此國力雖然分散，但係加起嚟嘅協約共同體能力就強大得成為第4獸嘅一部分。而呢隻比其他角都細小嘅人眼小角就係 Freemason， 因為有眼嘅角正係 Freemason 嘅標誌。佢哋原本係呢10個皇族嘅特務，執行10王嘅秘密計劃。無論係200多年前乘坐5月花號到北美建立美國，或者係穿越半個地球搶奪東南亞，喺香港建立玫瑰園計劃，都係10王因為知道真知識嘅碎件而下令 Freemason 去執行。但係後來呢隻小角竟然漸漸強大，甚至似乎係因着其他角嘅壽命而將其中3角連根拔走。但以理書7章8節，我正觀看這些角，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3角在這角前，連根被他拔出來。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說誇大的話。但以理書7章20節，頭有10角，和那另長的一角，在這角前有3角被他打落。這角有眼，有說誇大話的口，形狀強橫，過於他的同類。咁樣呢個3角又係邊3個國家？喺世界歷史當中又有否出現過呢件大事？按我哋現時理解，若果聖經描繪獨眼小角係 Freemason 嘅話，但以理呢個預言喺歷史上確實係準確無誤。歷史上 Freemason 嘅興起就好似謎一樣。自從1717年英國出現第一個共濟會總會之後，佢哋喺短時間內唔單單存在於一個國家，而係出現於唔同國家，並且像係被授予權柄一樣，可以任意而行，橫行無忌，甚至最終成為掌控世界嘅幕後黑手。佢哋藉着執行10王嘅任務，而漸漸理解自己嘅身份，並且慢慢由小角變成一個大角。原因，但以理書除咗第7章於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嘅時候睇見4獸嘅異象之外，到咗第8章伯沙撒王即位嘅第3年，但以理再次睇見末時嘅異象。不過同上一次唔同，今次但以理睇見亞歷山大大帝打敗馬代波斯，即係山羊擊敗公綿羊之後，山羊嘅角折斷，並且喺角根上邊長出4個非常嘅角。呢個代表亞歷山大大帝於壯年死之後，4位將軍吞併咗佢嘅國度，但係其中一個角入邊再生出咗小角，直到末時。但以理書第8章當中完全冇提及但以理書第7章嘅10王，
但以理書8章6至11節，他往我所看見站在河邊，有雙角的公綿羊那裏去，大發憤怒，向他直闖。我見公山羊就近公綿羊，向他發烈怒，抵觸他，截斷他的兩角。綿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將綿羊捉倒在地，用腳踐踏，沒有能夠綿羊脫離他手的。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，正強盛的時候，那大角折斷了，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長出4個非常的角來。4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，向南、向東、向榮美之地，漸漸成為強大。他漸漸強大，高及天象，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，用腳踐踏。並且他自高自大，以為高及天象之君，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，毀壞君的聖所。呢個異象證明咗 Freemason 就係呢個漸漸強大、高及天象嘅小角。原因除咗上星期主日信息所提及，佢哋掌握咗天象同埋星宿係神所設計嘅秘密，但卻以糟蹋嘅方式刻意隱藏之外。原來亞歷山大大帝死後，佢4位將軍衍生出嚟嘅4個國家，其中一個就係位於埃及嘅托勒密王朝，即係圖中藍色嘅部分。呢位將軍自稱托勒密一世。地理上，以色列位於埃及嘅東邊，因此由埃及嘅托勒密王朝東進就係以色列。但以理書第8章當中，呢隻向東、向南、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嘅角，就係描繪呢個王朝所誕生嘅小角，並且呢隻小角漸漸長大，直到末時成為神嘅敵人。原因喺現時 Freemason 最早嘅文獻 The Halliwell Manuscripts 當中記載，當追溯現代 Freemason 嘅由來，最早正正就係活躍於埃及托勒密王朝嘅歐基里德身處嘅時代。佢被後世稱為幾何學之父，最著名嘅作品為幾何原本，係歐洲現代數學嘅基礎，喺西方廣被流傳嘅程度只係僅次於聖經。歐基里德掌握咗 Freemason 最早期源自埃及嘅資訊，並且唯有數學界最頂尖嘅幾何學之父先至能夠理解 Freemason 嘅種種重要數學資訊。除咗歐基里德之外，托勒密一世死後，佢嘅兒子繼承咗皇位，稱為托勒密二世。自從亞歷山大大帝打敗馬代波斯之後，以色列成為咗希臘版圖嘅一部分，好多以色列人都遷居到托勒密王國，以逃避戰亂。而托勒密二世由於對猶太人嘅文化深感興趣，佢下令猶太文士將希伯來文嘅舊約聖經翻譯成希臘文，從當時12支派當中各抽6人，共72人翻譯聖經，因此稱為70士譯本。其實現時最流行嘅英語聖經 King James Bible 並唔係由希伯來文聖經翻譯出嚟，而係由希臘文嘅70士譯本翻譯出嚟。因此但以理書第8章正好解釋咗 Freemason 最初嘅出處，就係由亞歷山大大帝死後4隻角嘅其中一隻角中孕育出另一隻小角，經歷上千年直到末時。由於這角漸漸強大，高於天象，所以第8章完全冇提及第4獸同埋10角，佢哋仿似係配角，好似隱形咗咁樣。因此當第7章同埋第8章兩個異象拼合起嚟一齊解釋嘅時候，呢隻人眼小角就必然係 Freemason。原因從來冇一個國家係喺托勒密王朝誕生出嚟，再維持咗上千年，並且成為最強大甚至高級天象，以為自己嘅力量龐大得足以同神匹敵。只有秘密組織 Freemason 符合以上條件。當理解呢一點之後，就會明白第7章當中呢個小角連根拔出3角，制服3王嘅故事。但以理書7章23至24節，那侍立者這樣說：第4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4國，與一切國大不相同，必吞吃全地，並且踐踏着碎。至於那10角，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10王，後來又興起1王，與先前的不同，他必制服3王。於歷史上邊有3國曾經聯合起嚟，希望以武力統治全世界。佢哋就係意大利嘅墨索里尼、德國嘅希特拉，以及日本嘅日皇裕仁。佢哋組成嘅軸心國，成為整個第2次世界大戰嘅邪惡軸心。以3個國家去征服全世界，於任何人睇嚟都係絕對唔可能成功嘅計劃。點解呢3王都會被說服去做呢？點解呢3王會認為佢哋能夠以武力打贏其他都擁有現代武器嘅國家呢？從5月花號到美國、香港嘅玫瑰園計劃，讓我哋得知呢10王擁有住真知識嘅秘密，亦都係絕對相信聖經，包括啟示錄預言所以發生嘅事情，
佢哋認知歷史只係神所鋪設嘅舞台，為咗成就佢嘅美意。因此，主宰世界嘅力量並唔係地球當中渺小人類嘅血肉膀臂，而係承托整個宇宙嘅屬靈能力。因此，佢哋先會指派 Freemason 順應住聖經嘅秘密，傾盡國力去建造，就係要讓世界上所有人都喺唔知情、唔同佢哋相爭、唔被其他人破壞嘅情況下邊，去完成神嘅計劃。Freemason 亦因此成為富可敵國嘅秘密組織。從呢個角度睇嚟，意大利、德國以及日本嘅元首亦都知道呢個秘密計劃嘅一部分，知道只要得着某幾個重要地帶，就能夠得着神一般嘅能力，甚至擁有如同當年英國一般能夠稱霸半個地球嘅力量。因此佢哋孤注一擲，希望藉着戰爭能夠獨吞呢個力量，甚至最終能夠獨霸天馬座嘅祝福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當時意大利嘅墨索里尼同埋德國嘅希特拉亦都係反 Freemason 嘅。佢哋分別於1925年以及1933年解散 Freemason， 並且充公佢哋嘅財產。希特拉更加認為 Freemason 同猶太人合謀壟斷德國，因而其後發生屠殺600萬名以色列人嘅事件。因此當時嘅意大利同埋德國可以話係呢個小國嘅頭號敵人。軸心國為咗同時間得到兩個最重要嘅地方，就係天馬座心臟所代表嘅香港以及中東嘅以色列，就係但以理書第7章當中第1至第4首歷史上最強大嘅國度亦曾佔領以色列。因此整個計劃需要由東方同埋西方同時發動。日本首先入侵中國及牽制俄國，其後從英國手上搶走天馬座心臟位置所對應嘅香港。而德國同埋意大利以閃電戰開啟西戰線，就係快速咁樣攻佔德國西面諸國，包括法國、比利時、荷蘭、盧森堡同埋英國，並且南下攻佔希臘，從北非搶佔埃及，希望繼而取得包括以色列在內嘅中東控制權。但係德國同埋意大利嘅聯軍喺愛號沙漠之狐隆美爾嘅帶領下，於北非阿拉曼戰役入邊戰敗俾英國嘅蒙哥馬利。到最後，多國聯軍經歷數年苦戰，最終於1943年擊敗意大利，於1945年擊敗德國同埋日本。日本甚至被美國於廣島同埋長崎投下2枚原子彈，結束歷史上最大規模並且最為殘酷嘅第2次世界大戰。直到現在，3個軸心國仍然背負住二戰戰敗國嘅包袱。但從英國建設美國同埋香港，包括半山區、玫瑰園計劃等等，佢哋唔單止認知4794啟示錄嘅奧秘，同時間佢哋亦認知但以理書第7章同埋第8章，就係10王當中有3王將會叛變，希望聯盟獨吞所有祝福同埋力量，但最終被 Freemason 所滅。因此呢個就解釋咗點解英國早已將天馬艦駛嚟香港，並且於第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炸沉作為獻祭，以保衛香港，並且發展大殺傷力武器，包括原子彈，就係於必要時可以一次過對付遠離西方列強嘅日本，避免佢哋已經建設多年對應天馬座嘅香港會被呢3國成功搶奪。事實上，原子彈嘅發明同埋使用唯一一次就係用於制止日本，並且戰勝日本，讓英國可以奪回香港嘅管治權，繼續經營香港，完成整個天馬座行動嘅建造過程。因此電影《回到未來》入邊，時光機所撞入嘅教會於同一位置，之前係一間電影院，當時上映嘅就係原子能小子 Atomic Kid。 呢個正係寓意原子彈出現嘅呢一幕之後，世界亦隨之被改變，使其後1985年嘅時候呢間教會能夠出現。總括而言，但以理書第7章前半部分嘅預言係關乎當時世界上最龐大嘅國度。同樣到咗後半部分第7章8節，呢個小國將3國連根拔出嚟嘅預言，亦係當時世界上最重大嘅事件。但以理書7章8節，我正觀看這些國，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國，先前的國中
有三角在這角前，連根被他拔出來。這角有眼像人的眼，有口說誇大的話。